们是新来的小朋友，对不对？应该是对。对。所以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个游戏。第一个游戏。大家2个最大的字一起来念，预备，来。寻宝。首先有2个提示，我们念第一个好了，一起。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天有一个，就是在你那个抽奖券上面有写什么？有一个4个字。4个字题目。今天要放你的电影的题目。是方舟计划。哇，这个就没有得奖了。没关系，这个本来就没有奖征答。好，那我们就很好奇，这个方舟计划呢，其实原本是出自于哪里啊？出自于哪里？对，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提示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2个字叫诺亚，或有人翻挪亚，对不对？对。那本来是诺亚方舟，请问？今天我们没有这个诺亚的人物的话，如果我们在现场要找到诺亚，他应该会在哪里呀？这是第一个提示。对。那第2个呢？第2个，知道。可以。第2个呢？第2种礼物，你讲看看。第2个我来为大家念好了。跑步睡觉你用不着，但是呢，吃饭写字你要他赔。对，这是什么东西呀？好像在我们这边蛮多的。对，电风扇吗？还是冷气？所以等一下我们音乐会下的时候呢，大家有没有一点想象？我们有礼物放在这2个提示地方哦，就在这个空间而已，没有在那个在线这个空间，没有在讲台哦，不用跑上来。对。那我们就可以音乐开始下，谢谢。好，可以开始找礼物喽。大概有几样啊？好像有10样。差不多有10样的礼物在我们这个空间哦，可以开始找喽。请动起来，好吗？要帮你们找吗？前面老社青。可以假装在找到。有可能就在你的前面，有可能会在你的屁股附近。还是在乐手那边吗？对。小朋友快点找看看哦。我记得那边好像有3个。真的假的？对。主持人也有吗？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放哪里。对。妈妈，那个题目看一下。对。第1题叫做我们的今天主题是方舟计划，可是本来是诺亚方舟啊。那请问诺亚应该在我们这里的哪里啊？我知道了，诺亚消失了。在圣经里面。真的假的？我猜应该不是吧？应该不是吗？圣经里面可能是不是有一个红红的东西？我以为是要找人呢，不是藏在人那里。有人叫什么？蔡诺亚。蔡诺亚。找看看。4楼的就2位就不用找了。4楼其实也有放你们俩要不要找看看？找到就是你们的。对。那第2个题目呢？你要猜一个东西，我们的礼物就放在那个东西哦。跑步睡觉用不着，吃饭写字要他赔。也许是他们现在坐在的地方。长椅下面会不会？哇，这个提示有点太明显，因为我其实知道第2个的答案。有人有找到吗？第1个我不太知道。我没有藏得很。没有藏得很隐秘啊！大家是不是刚吃饱？好啦，你们可以开始找一下你们椅子下面有没有答案，就是椅子。你跑步睡觉需要用椅子吗？这边有找到了。有找到了。找到，你可以打开来。你可以打开来看。来，我帮你。有吗？里面有夹吗？OK， 它其实是有一份礼物放在圣经里面的哦，所以是还蛮大的。对。赶快翻你们前面，如果有圣经的话，旁边已经拿起圣经，给它抢过来找一下，好不好？椅子上面前面的圣经，我们大家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就是你的了。圣经里面有没有？你要帮我放回去，谢谢。难道在我们30分钟有人全部都敲完了吗？有没有？妈，你有没有敲你前面的圣经？底下椅子有没有？那椅子底下呢？也没有，确定吗？椅子底下可以看一下。请问已经拿到礼物的，跟我们挥挥手好不好？我们粘的也是蛮辛苦的，藏的也很辛苦。我看好像那边好像有了啦，对。有吗？有拿到请举举手好不好？上面拿到了。
上面找到了，找到了。丢下来送给大家。啊，你那个给我好了，给我了。那我当 sample 一下。上面还有2个，你可以再滑下来，滑下来。直接从天上降临。哇，很好。大家比较喜欢。那我们就送给那个先看完之后，然后送给那一位，好不好？对，然后它长这个样子，就长这个样子。对，就是其中一个在圣经里面都给你们答案了，可以帮我找一下吗？我找礼物也是蛮辛苦的，满头大汗。满头大汗。对，里面就是有一个小红包。好，德哥帮我拿给。没关系，他们其实还有1个半小时可以慢慢找。哦，这中间找到的也是你的那一位，刚刚直接降到他的穿条纹的。圣诞节快乐！好，还有谁找到了？挥挥手好不好？把你的礼物拿起来。不可能没有吧？有可能真的有点难度。我直接找给你好不好？我记得在有一张椅子下面有。好，我们的女主持人她非常的不死心，要赶快就去找一下。下面椅子下面。找到就是你们的，不用拘谨在自己的椅子上。后面你有找到都是你的。椅子底下是那边好像有2个啦，对。我记得这一排就有1个，还是在后面倒数。来，去后面找 ，Go Go Go。这边的圣经都看过了吗？里面。对，因为我们的题目是说，今天主题是方舟计划嘛。这边哦，这边好像有3样。跑去哪里了？其对，实，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诺亚。你找看看。那这边有3样。是这一本圣经还是那一本？好像是那一本，我看到红色的红包了。有没有？有了，终于找到了。来，借我放一下。就给大家看。就是长这样，夹在里面。其实圣经都长一样啦。对。对，长的是红包。上面4个都你们2个。找到了，这个小朋友找到了。其中在椅子下面的是这种包装的礼物，大家动起来，下面可能还有8份哦。还是除了下面之外，圣经里面也有。啊，我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找了，因为他们都在看上面那个。哦，不是啦，上面那是抽奖的，你们进来都有填那个抽奖券吗？哎，我们前面就要开始抽奖嘞，我们的抽奖箱呢？名册去一下。哦，抽奖箱，抽奖箱。迟到的人没办法，我们要等一下抽10个。如果还没有写抽奖券的举手，好不好？我们会有童工为你服务。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中奖。哇，好可爱的小米妮进来了，可以。前面这边，小朋友进来了。好，那我们表定是6点45。对。那剩下的礼物大概还有7、8份，请你们等一下，如果在放间奏啊无聊的时候，翻一下圣经。OK。好，也许等一下牧师等一下讲的时候就会翻到圣经。对。OK， 好，来，各位亲朋好友、弟兄姐妹，大家圣诞快乐！快乐，大家平安。我们再介绍一次我们是谁，好不好？我们真实的身份好了。好，我们真实的身份是社青小组的。哦，社青小组的。对，我们的教会分了很多小组。对，你知道是什么小组吗？有姐妹小组，像我妈就是。姐妹小组的举手，举手！姐妹小组今天也会上来唱歌哦。然后还有葡萄小组，葡萄小组就是结出很多葡萄的夫妇小组。对，还有平安小组，平安小组是很蒙恩的小组。雅比斯小组，雅比斯小组主要是很多男性，对吧？男生不是吗？就是一群。热爱主的人，反正不论是哪弟兄小组，好，在这边举手。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社青小组了。哇，拍手！哇，在这里没什么人，好，有啦，因为我们都分配在各地在忙。对，我们都是同工。好，然后呢，因为我们2个是社青小组的，所以我们特别做了一个广告，有一个私心来介绍。如果你们觉得很想介绍自己小组，明年请踊跃。到你主持人，对自己当主持人 ，OK？ 对，
这是个肥缺。好，社青小组每周5晚上几点？8点，有时候是。哦，有时候是星期6，有时候是星期6，我们会特别出去玩的时候。对，我们玩过什么啊？我们玩过特别想要去露营，或者是有没有玩过桌游的？有。还有什么密室逃脱？现在很夯，我们什么活动都会办。对，而且都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特别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当兵的人要剃头的啊，有看到牧师已经在那边，凶手在那里哦，就是牧师。对，在上面，所以我们的关系是很紧密。除了玩游戏之外，我们也会一起讨论生命的问题，或者是需要帮忙的部分。对，或者是交友上面啊什么的。对，课业上面都可以找到人帮忙。好，非常丰富多元的小组。那我们的工商广告就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啊！欢迎。对，欢迎的话，首先是欢迎第一次来的朋友，举举手好不好？抽奖。谁是第一次来？哦，第一次来的吗？第一次来。好，那边有勇敢的小朋友举手了，好棒哦！哎，姐姐要送你礼物，来前面。是。好，第一次来，哎，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哪一个人是第一次来的？好，请通通都上来。我们有礼物要送你们。或你觉得你自己是新朋友的，这边有吗？你觉得你自己觉得是新朋友的，旁边的人是新朋友，你也可以把他的手举起来帮他。这里，对。或者是威测有来吗？啊，威测吗？威测，如果你有来，你也是很久没来。可以抽一张。抽一张。人人有奖。好，那等于说台下的人都是老朋友了吗？我们就给他们拍手啊！拍手。哎呦，这里，对，可以抽个礼物。好棒哦！今天来了超多人呢。好 ，OK。有谁是前面你们带来的人？谁是介绍人？我们举手好不好？来，小朋友来抽一张，抽一个。我自己就有带人进来。来，宇豪举手。有一个，抽一个，哎，拿一个。他今天第一次来，克服了所有障碍。有缺女婿的。请你们感化他。好。一直工伤。好，来这个。哎，我好像认识你哎。哇，没关系，被抓到了。你每个礼拜都来。好。哇，好棒哦，一扫而空。对。那我们下来。但是我们要抽奖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我们的抽奖，因为今年啊，我们的准备的礼物很丰盛哦。对，总共有几项啊？在你的手上。哦，有28哎。28项。很多项礼物。抽的很难玩。以往的话其实没有这么满，然后要分在第一开始的时候就先抽10个奖项哦。对，但是我们的那个抽奖箱，我们的名册。7点再拿上来。哦，7点再拿上来。好，那我们还有10分钟，这样就可以再玩一个游戏耶。再玩一个游戏，对，好，等一下我们要玩这个游戏啊。等一下好了。啊？对，5个。好，我们等一下啊会有一个音乐，那这个音乐呢？我们会从气球会这样掉下来，那掉下来的呢，我们你要开始传，你不晓得那个气球是是好的呢，还是坏的呢 ？OK， 那你要赶快传，那拿到了呢，我们就要去找你，这样子。那找你要干嘛呢？等你就知道了。等一下再跟你说。对，好。好。那我们就请4楼的很忙的人，可以帮我们放一下《我们成为一家人》吗？好。Music Go， 好，都可以撒一下 ，OK， 撒一下，哎，好，哦，有可能是坏的哦，有可能是惩罚哦，所以你可以赶快把它传到旁边的人，这个气球 ，OK， 好 ，OK， 或你一直拿着它也没关系。10、9、8、7、6、5、4、3、2、1、2、3，木头人。不行动，拿到就是你的。好，
就是你了。OK， 请你把它戳破。有没有不敢戳的？哎，赶快，我可以帮你戳。OK， 里面有纸条，里面应该有一个东西。OK。哇，哎呀，谢谢。这是未来的学青，好，那你社青，欢迎加入勇士。好，如果拿到了，可以上来我们这里。哇，圣诞节快乐！里面的纸条。好。拿到了吗？我们可以上来，我来看，帮你看一下。帮你看一下，这是你的纸条。好，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你知道2楼有什么东西吗？现在我们2楼有什么东西？爆米花。对，我们这2楼有爆米花，很好吃哦。等一下还有小礼物，请会后我们直接到2楼领取你的奖励。哇，这个，请问你知道上帝很爱你吗？知道。哇，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还有谁呢？还有谁？孟顺吗？来，我帮你念。如果你的纸条是恭喜你有一份小礼物，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刘孟顺。请问你是单身吗？没有这一题在里面好吗？好。所以你不是单身哦。好 ，OK， 那好，那谢谢你。来，哎，请问你是谁介绍来的呢？谁？不是我，一定不是我，不要看着我。妈妈吗？那你阿布是谁？哪一个？阿布举手。有啊。Hello。好，那你的问题我看一下。还有。好，那你等我。请问你喜欢龙光堂的哪里呢2楼。是圣诞树吗？2楼。哦，有爆米花。好，谢谢你。还有。好，今天喜欢2楼。请问你今天是自愿来的吗？是。哇，哈利路亚。来，这是你刚刚的问题，对不对？请问你喜欢山还是海？都好。都好啊！你还帮我写了答案，好棒。还有没有？有没有？还有没有？刚刚气球应该都有了。我们明明就有那个。你还有很多气球。还有很多。还有很多气球，你们就自己抱吧。不。可是我们有那个恭喜拿到礼物的，怎么没有那个小纸条？好，我们刚刚抽奖箱来了。抽奖箱来了。好，首先呢，我们要抽出13、14、15、16、17。我们先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帮我们抽，好不好？现场我扫描了一下，有人举手，那个妈妈吗？不是，我们请淑清姐好不好？淑清姐吗？好，15干4。哦，淑清姐是我们的哪一位？换吗？邵文兄，14 ，OK， 好，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执事，好不好？紧张紧张。10个，可以帮我？10个，哇，对了，一次就抽10个啊。我们非常的有效率，因为现在时间已经有点。好，那就给个4个、5个给徐鹏。好。打破了哈，好。前面我完成一团。Hello， 我们正在抽奖。10份，好，请等一下哦。好。好，首先第一位，噔噔噔噔。好，我们要开始念名字了。她姓陈，是一个女生。她叫做小丽，陈小丽，哇，第一次。陈小丽。刚刚带着小朋友来的。今天这边很旺哦。对。好，再给我。这个要。抽奖。第一个是这个，这位，对，好，13号，哇，这个礼物好大一包哦！好，恭喜你得奖，拍手。好，你念我来送。好，第2位，他姓施，施洗约翰的施，有谁姓施？感觉很少。哇，好棒哦，诗音。
这个字是什么？诗，哎，诗音，樱花的樱。有没有人知道我在叫哪一位？电话3353588。请问是哪一位？哇，哦欢迎！耶！下一个，哦，好，下一位李伟浩，伟哥，恭喜！捐出来。下一位杨月欣，杨月欣吗？杨月蕊，对不对？欢迎。有吗？有吗？有，在这里，恭喜。下一位，为什么伟哥？哦，这个是没水的。尾号？哎，是刚？等一下，我刚刚不是抽到尾号？哎，伟哥，你是帮你老婆写哦，怎么又是你啊？有2个哎。哇，你们一家都得到了。哦，人家4个都写尾号。都写尾号，好，尾号2。哦，恭喜恭喜！这个。捐出来，捐出来！哦，抽到我阿姨了，一针过一针，阿姨，恭喜！给我这个。等一下哦，他拿一下礼物，请稍等。下一位许丽芬，快乐。许丽芬小姐，请问是哪一位？电话，介绍人是赵英姐姐，有吗？好，名字第一声，第2声 ，OK， 好，谢谢你，好 ，OK。帮我阿姨拍手，耶！圣诞节快乐，许丽芬小姐。哇！哦，恭喜恭喜！那一排的怎么那么旺？好，下一位吴婉莹小姐，吴婉莹姐。好，剩最后2位哦。周兆兴啊，赵宇是不是？对不起，赵宇啊，在1楼，那谁可以帮他领吗？好，恭喜！最后1位，李星辰吗？电话0922732816，这是什么字？有吗？李星辰是吗？星辰很好听的。对，李星辰。哦，在那里。陈化成哦，恭喜，拍手。哇，我们时间抓的刚刚好，就7点了呢。没错，对。首先，我们首先是要开始了，看一下我们的手稿。看一下我们的手稿，对。圣诞节不可或缺少的一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手中在我们旁边已经就位好了。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时间怎么样？交给我们的手中团喽。OK， 灯可以帮我们？不用，灯不用。好，那我们就一起掌声鼓励。手中。走。好，我们台下的声音可能要控制一下哦。
这个掌声还不够，再一次。这是我们第一个表演，谢谢。圣诞节不可或缺少的一个声音，很好听。帮他们做个广告，他们的时间呢是在周6的时间是在2点半到4点半，然后在2楼的201教室。就是我们的教会其实都安排很多的课程，很多的活动。所以如果想要知道还有哪些课，以前还有烹饪课啊，然后 DIY， 对，还有许多跳舞啊，对，还有跳舞，乐龄的部分也都很广泛。据说在我们教会，周1到周5到周6、周日，基本上都是不关门的。对，礼拜1到礼拜天都有。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还有哪些课程，都可以踊跃的打电话来询问，或者是我们的脸书。对。因为我刚好也是预备传道，所以一直广告。好，接下来也不得了了。还有一个活动，对，我们来到我们教会的，算是每一年。每一年一定要邀请，都一定要邀请他们来为我们做表演的复国礼。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吕里长，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复国礼。这个，再一次一起来欢迎，热烈欢迎！很有圣诞氛围，都是红色的，不要停啊！他们全部都还没有走过来，掌声不要停。怎么有点小声？继续，队伍还很长，大声一点。那边拍手，哇！还有队伍还没结束哦，再拍个15秒。哇，红色的好漂亮。Baby， 你带的性格这呢险，看到你规冬天拢袂畏寒。我是这港顺一个查甫囝，拜托你莫搁偷工偷我声。日头请爷爷在车驶恁兜楼骹，做你的司机带着四界行。要食西餐厅，也是路边摊，只要你欢喜，笑讲我来揽。虽然我口的女性有这呢多，但心内嘛做只有你一个。不过来孝想，得到你的肉体，只要你的心保持我就 OK。我对你的爱是真正有影，就连厝边隔壁拢来探听。不惊好朋友笑阮是公囝，叫我爱你，没有办法。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我变成心内的话，予你听。我爱你，我愿意，不用怕，真正的真情拿出喊在这。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我变成你永远的阿拉莎。我要去当西天到你阿妈家，真正的真情拿出喊在这，就是我。我的行情也无比你较差，也有真济姑娘拢真爱我。逐工才有3顿摆伫阮兜楼骹，我是伊心目中的刘德华。我名就随来，互因叫是
你的。我爱你，不是凊彩讲讲赢赢，我唔若爱你，我嘛爱你命。只要你有需要，电话卡予我，后摆你就会大声来叫我第一名。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我被手心来安慰后你听。我爱你，我愿意不用怕，你家的亲戚拿出喊的家。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我被嘴里用完的阿拉达。我要寄一张喜帖到你阿妈家，你家的亲戚拿出喊的家，就是我。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我被手心来安慰后你听。我爱你，我愿意不用怕，你家的亲戚拿出喊的家。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我被嘴里用完的阿拉达。我要寄一张喜帖到你阿妈家，你家的亲戚拿出喊的家，就是我。起来，耶！好棒的表演！太感动了，太感动请了。留步，请留步，请留步，对对对请留步。我们要请林老师，林老师是哪一位？哦，我们对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副国礼好不好？稍微简单。队长啊，好啊。富国社区每个礼拜1、礼拜5都在我们5楼有这些运动啊，这些跳有一些都是年老的，我这80几岁了，也有90几岁的欢迎有长者的，欢迎你们。礼拜1从9点到11点半，都礼拜5也是一样欢迎长者都可以来参加富国社区富国里的社区活动。好，老师谢谢林老帮我们师，林老师帮我们抽一下奖好不好？要吗？请留步，我们要送个奖。好，我们来抽一位幸运儿。我们来看一下是谁呢？宋彩珍，彩珍，恭喜恭喜！今年刚从北部下来，我们龙光堂将长期会来聚会，恭喜彩珍。送给你的，对 ，OK， 好，谢谢。好，没有，等一下抽好了。好 ，OK， 我们现在要请下一组表演的团体，对不对？对，没错，是我们的松柏团契、松柏小组所带来的赞美操，我们有请拍手，谢谢。哦。神爱世人，爱世人，神赐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人坚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爱世人，神赐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人坚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神爱我这么的深，神爱的深不来。
是夜晚，盼得永生，盼得永生。神爱我这么的深，神爱你生命来救我，我要快快来信他，来信他，不要辜负他爱我们的心。信耶稣，得永生，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得永生。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喜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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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主常喜乐。喜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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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主常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喜乐。哈哈哈哈哈哈，喜乐。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喜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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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主常喜乐。喜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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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主常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哈，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喜乐。哈哈哈哈哈哈，喜乐。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喜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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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主常喜乐。喜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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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主常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喜乐。哈哈哈哈哈哈，喜乐。uncle 啊 ，uncle 咯 ，uncle。对，这简单的好不好？对。
哇，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教学，对不对？然后要做一个哇，哇，对啦，这没错啦，我们大家再来一个掌声鼓励好吗？对刚刚表演的实在是太好了。是不是要要跟我一起喊 un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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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le？ 再来，我说 uncle， 你说 uncle， 好，很好，掌声好不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老师，你可以答应我们 uncle 吗？我们是有备而来的。哦，我还以为我已经跟长辈讲说 ，uncle 不够大声，掌声不够热烈。不行，我们要把它留下来。再一次 uncle。太好了，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太好了。我们要请会众起来跟我们一起来好，我们一起来运动暖暖身，好不好？全部大家一起起来。哇，老师已经开始跳，一起教学喽！小朋友起来，你们最会的。唱唱戏了，唱戏了。我们要靠主唱唱戏了。我在说你们要戏了，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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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主唱戏了。上面的两位一起跳。戏了戏了戏了，靠主唱戏了。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喜乐，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喜乐，喜乐。哈哈哈哈哈哈，喜乐。我们要靠主唱唱戏了，我在说你们要戏了。我们要靠主唱唱戏了，我在说你们要戏了。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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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主唱戏了。后面的我发现你们没在动，一起动起来。靠主唱戏了。哦，小朋友跳得不错呢。哇，我要来抓几个，好厉害，跳得好好看。来前面帮我们一起来跳，不要笑别人，敏妮一起来跳。小朋友，这两位哦，不要被我抓。哦，这个戴着游泳圈的。我们要靠主唱唱戏了。一起。哦，这两位也很会跳。对啊，明澈来，你就站这里了，对对对对。来，当我的朋友就是要有 gas， 哦，不要直接被拒绝了。上面的没在动，那个伟哥，不是，讲错。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哦，波鸿哥没在动，动起来。抱小孩一起跳哦，好认真。洪昌哥，不要顾着录你的小孩，一起跳，躲不了。德正。好，现在要抓没有在跳的。好，开始跳了。好 ，OK， 过关。努力，抖抖抖。哇！这两个没有跳啦，这两个没有跳。出来，出来，出来！好棒，拍手，好棒哦！拍拍手，掌声鼓励鼓励。这个是要大家 uncle 吗？哇，天气很冷，我们可以这样子动一动，真好，好棒，好棒。那我们接下来又到我们的
抽奖时间吗？对，抽奖时果然间。礼物是多到抽不完呐、对，我们为了要抽控制时间， 2个还是几个？一个。就一个。对。那我们请我们的副国吕里长好不好？哦，吕里长吗？吕里长，来，我们拍手掌声我们的吕里长。等一下，我们主持人去拿一下那个抽签的摸彩箱。我先来找一找，然后找一下我的，我的是小的。折了一个飞机在里面。飞机，不要抽飞机。对，我们来摸彩。哦，不要啦，飞机是他的，抽那个很小很小的是我的。飞机是我折的。是什么？叫什么名字？这叫什么？柯李汉。柯里汉先生，小朋友，来，小朋友来。小朋友看到是你了，恭喜你哦！好棒，你刚刚把气球都踩破了，对不对？很优秀的大哥哥。礼券500块。哇，很多哎！奉献，没有啦，开玩笑。好不容易拿到500块，这个给我。OK， 所以我们就一个奖嘛，接下来要下一个活动。对，一个重头戏来了。是，我们今天抽签里面都有写，对不对？对，我先偷看看他们准备好了没。好，里面的对，门都没有关。嗯，好。好，门都没关，请不要往里面看。好，但是我们是否要先灯按一下？哇，很有氛围。对。前面1楼的灯是不是也要关？有吗？哦，后面的灯也帮我们关一下。没有了。哦，好，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下一个表演的这一组很精彩的压轴。我们看一出剧，这出剧4个字。4个字。方舟。计划是什么呢？我们掌声欢迎。没有人要掌声。赞美主，各位观众，欢迎来到荣光动物园。我们不是马戏团哈，所以做不了什么这个超难度的动作。我们只是很单纯的动物园。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动物园里边的红鹤。那在动物园里边呢，我是专门担任说故事给小动物听的，也是园里边的公关跟发言人。要是园里边有小动物出生，都会发布消息，请大家祝福，或者有动物离园出走，各位千万如果在街上或家里的庭院后庭院看到的话，请千万不要靠近，请拨打专线713-1037，713-1037，对，由我们动物园的专家来负责处理。各位观众呢，我听到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在很久很久以前，汪洋的大海上有座荣光岛，岛上有座动物园，无论是天上飞的海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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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的海鸥，怎么那么多颜色？那是天使的翅膀吧？海鸥。哎呀，我们多可爱的海鸥啊，对不对？我们还有路上走的大象，
大象，大象，没有人要来，我就来喽。大象一个，大象，还有吗？我找到我的同伴了。大象，大象，大象，我们还有握手。你好，你好。哦，哇，我们还有地上爬的乳蛇。还有水里游的 baby sharks， 哦，鲨鱼。我怎么录？我要唱呢？还有草地上蹦蹦跳跳的兔子。哇，跳得好好，不拍手吗？你们舍得吗？哇，跳来我们这边，好可爱，小白兔。妈妈跳起来，不要装。在这里，你们可以随时观赏到各式各样的飞禽走兽。今天荣光动物园的各样飞禽走兽，通通聚集在这一起。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歌，《天赋世界》。这是天赋世界，当我侧耳倾听，宇宙歌唱，万物响应，星辰同声赞
谢谢，请大家就坐。啊，这是何等温馨的场面！借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把动物园里边的各个世代都串联聚集在一起来庆贺。我们有长辈，我们有中壮，我们有青少年，我们有儿童，也有幼儿。在上主的眷顾下，这是何等幸福温馨！天父耶和华说：“我必赐大福给你。”我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求主保守，求主成全。各位观众，现在让我们一同翻开《荣光动物百科大全》第1章第1节，由我来为大家攻读。我们的主角虎克。孟加拉虎荣光动物园园长，但是他常用猫叫声代替吼叫，每天的工作就是喂饱动物园里的每一只动物。下一页第1章第2节，捕派西非长颈鹿，身高3米高，脖子2米长，患有重听与习惯性落枕。哇！我的头好痛哦，这可不是吗？自从知道我们动物园要演话剧之后，我每天都期待得不得了，所以我晚上都睡不好。这个落枕老毛病又犯了，真是疼死鹿了。普派吃饭啦！好像有人在说话哎。你是听无？普派吃饭。哦，园长是你呀、怎么出个声啊？听不到啊。我人矮嘛，你低头看我啊，对不对？吃饭，快点，快吃快吃。菠菜吃了就身强体壮啊，要记得吃菠菜啊，这个啊，记得吃菠菜啊。接下来翻到下一页第1章第3节，维尼阿拉斯加棕熊，天真烂漫，喜欢吃蜂蜜，力气虽大，却好吃懒动，能坐就坐，能躺腾躺，这是他的生活节奏。维尼，蜂蜜，起得来吗？多吃点，多吃。最近物资缺乏啊，这样就好了，这样可以，快去，吃点东西啊，大家多吃点啊。接下来翻到下一页第1章第4节，泽鸽、野鸽，会飞的鸟类，虽有翅膀却不爱飞，喜欢窝在巢里的宅男。厉害了啊！哇，今天天气真好，收讯应该也是不错吧？我来滑脸书好了。哇，龙泽是哪一位啊？怎么那么帅？应该可以加个好友吧？哦，恶心！心动！吃饭！观众们，你们以为只有这些动物吗？请继续翻到下一页第1章第5节，杨贵妃，纽西兰绵羊不太温驯，有洁癖，喜欢跪在地板擦地。杨贵妃，好不好？哦，这么脏你们也能做像样吗？吃饭，不要讲脏，好不好？很脏哎，吃饭。没有啊。
贵够垃圾嘞！吃饭吃饭。好。哎呦，太蜂蜜，哎，蜂蜜好不好？哎，擦一擦。阿基师台湾乌骨鸡，自从看了《绕跑鸡》的电影之后，一心想逃离动物园。你打翻的啊！快吃！讲什么话啊？下一位快吃！香奈儿池塘里的白天鹅，完美主义者，已经很美丽了，却还是天天拿着镜子照个不停。快吃啊！哎呦，我的老天鹅啊！这颗粉刺怎么那么大？真讨厌！别看了，快吃！以上是荣光动物百科大全，让我们一起用怜悯的心，一同低头来为这些动物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创造万物，所有一切尽是美好，求天父帮助他们，就算在平凡无味的日子当中，也能够活出真实的自我，找到自己的价值，活出你喜欢的样子。阿们。阿们。快吃啊！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是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是耶和华
故事就这样继续走了下去。派，不派。风尘黄蓝绿，每一朵夏花都美丽。啊，我的落枕终于好多了，好久都没有来海边散散步、看看海了。今天就要来看看这片美丽的大海。咦，今天这些是1、2、3、4、5、6、7、8，怎么还有那么多只鲨鱼啊？好奇怪，而且还要游上来了，好奇怪哦，海平面上升，太多了，太多了。好，天哪！好，你们上岸了，你们来到动物园了。谢谢你们。波派吃饭了。园长。波派吃饭了。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啊？是啊，我觉得我每天都不对劲哦，不是啦，你没看到这么多的鲨鱼吗？吴郭鱼，你怎么上来了？这乌贼，怎么上来了？好了，退，远一点。这个叫虎落沙滩备犬期吗？不，备鱼期吗？下去。这是陆地，好不好？这是陆地，好吗？你没吃过闪电5连钩吗？不要逼我抖出来，好不好？是啊，园长，你看你不觉得我们这个海平面好像上升，然后我们动物园的范围变小，刚刚鲨鱼都游上来嘞。对，连吴郭鱼那只吴郭鱼，就是你，吴郭鱼还游上来啊？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这样呢？这个，我想如果杨贵妃打扫的时候，如果时间缩短了，那大概就是这个岛变小喽。也是，我们问问她好了。问一下杨贵妃，等一下问她啊。先吃饭。这令人担心。那个乌贼还做这样啊？吃饭。扫完了。平常都要扫个大半天，今天怎么半小时就扫完了？是哪里没扫到吗？这就对了哦。赶快推塔，队友们在干嘛？怎么又送头了？岛变小了吗？在干嘛？怎么会变？怎么网络突然断讯了？说好了自拍打卡呢，怎么办？全部都拍啊！都没办法上传了，怎么办？地球暖化的影响之下，荣光岛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当海平面渐渐上升，动物园的面积就变得越来越小。对，连那个乌龟都上来了啊！螃蟹，龙虾，小朋友，绕跑鸡来了，绕跑鸡！告诉你一件事情，世界末日要到了，赶快怎么样？逃跑啊！跟走啊！快跑！为什么要跑？要跑了！赶快跑！绕跑机啊！不要一直想着乱跑吧啊！你能够跑去哪里？就这么点大而已，哪里可以跑啊？海平面上升，但是哲哥会飞啊，那就请他载我们一程好了。
喂，立马帮帮忙！我自从不当邮差之后，就再也没有飞过了。歌词来了，你看我现在这种身材，翅膀都生锈了，要怎么飞？你跟我说。啊，我不管啦。哦，哲哥，海平面上阵太可怕了，我们赶快，你就带我们跑嘛。快下去，快下去！哲哥带我们吧，救救我们啊！走啦！我们还是请园长想办法吧。哎，一日园长，终身园长，看起来只有园长好好想想办法，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往前出发，让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岛。想一想，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离开啊？每个人都想一想，给我提供一点意见，好吧？想一想，想一想。哎，那个章鱼啊，不要在那边笑啊。想不出一朵花来。我们可以坐下来了。结束了。对。可以坐下来听歌了。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为难是我信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道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持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
位观众，人生的旅途不可能一路顺遂，风平浪静，总会有些曲折。然而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让念头转个弯之后，你将发现海阔天空。怎么办呢？大家想想啊，有什么办法可以离开这个地方？游泳我们也游不过去啊。对，鲨鱼这么大只，太可怕了。海豚，那个黑尾鱼，小心等一下把你吃了啊！真是太危哦，可是我吃。正当虎克烦恼着怎么带着大家平安离开动物园时，香奈儿拿着镜子走了过来。哎呦，我的老天鹅啊！这颗粉刺怎么还没消失，还长了2颗？哦，有吗？有吗？看一下。哦，拜托。啊，你是什么？担心那个连长在哪里都看不到的粉刺，等海水淹没龙光岛的时候，你连能逃去哪里都不知道嘞。哎，你们看，它粉刺长在哪儿呢？看得到吗你？那个腮红根本没有啊。没有啊，是有啦，是有啦。哼，走开啦，我来想办法。我想想哦。对了，我想到一个好方法了。我很久很久以前有听说过一个故事，好像一个叫吉拿棒的那个吉拿，对，叫吉拿的人。哦。然后呢，他就是被金鱼吞在肚子里之后，然后过了3天7夜，他还在金鱼的肚子里，然后金鱼就带他安全的平安渡过大海了。你们觉得这个方法好不好？还不够啊！想什么？想一点有用。我知道。以前有一个人呐，拿一个鸡毛掸子啊，咻，然后海就分成2半，就可以走出去啦，这样子很好。谁呀？谁？是谁呀？那个模型哎呀，那骗人了！想点有的没有的，瞎扯淡！没有。哦，你们这个题目都太烂了。我之前还有听说，还有人在水面上行走啊！不信你们走走看啊！那你走啊，你走啊，你先走啊！那个鲨鱼记得等一下吃它啊！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啊，多想一点有用的嘛啊！想一想。哎，想一想，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对，被鲨鱼吃掉。哎，好了，顺便减肥。我想到了，各位，我们可以造一艘大船呢，把我们所有的动物都带出去，让我们航向大海，向着大海出发。大家讲好不好啊？好。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好像。我觉得还是哲哥比较好啦。是吗？带我们多飞几趟啊！那边飞，我们这样要7个就啦，可以了。翅膀生锈又那么胖，我要载去啦！我要载那个谁，不是会飞高，对，载得起来。我是鸽子哎，这么好。我不是飞机，我是鸽子。好了，不要吵了。我想，我最清楚大家的特长，我们每一只动物都有自己的专长。我当园长当这么久。我都了解你们每一个人，都了解你们每一只动物的特质。我想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一艘方舟，让我们可以来往前出发。就你了，你还在看自己啊？还在看镜子干嘛啊？这个香奈儿，我们就把方舟的这个设计就交给他了，好不好？香奈儿多好，对不对？我为什么觉得我可以？为什么呢？我有那么厉害吗？为什么？猜一下为什么？因为你是追求完美的人啊！哎呀，苛求完美，太好了！我们就把设计方舟交给这个人了，好不好？好吧。可以。好，不好啊，那要不然你来设计好了。好，总要有人吃饭嘛，对不对？阿基师，不要以为躲在后面就看不到你啊！是阿基师啊，我们。这个船里面的吃饭的问题就全部交给你了啊！是园长，我们这边不吃鸡啊，不吃鸡。对，
自己。灰尘太多了，那环境整洁是最重要的啊。这个环境整洁，哎，杨贵妃对不对？刚刚有看到她在抹地吗？擦地有没有看到？啊，杨贵妃是最好的，哎，杨贵妃你就负责我们这一艘船的整洁干净的工作，好吧？好，就交给你了。啊，哎，那是鸽子啊，你不要以为你躲在后面看不到你啊，有我。泽哥，你就飞到各个地方看看哪一个岛适合我们去居住，所以我们去寻找那个适合的地方啊。你的翅膀可以飞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好的，没问题。哎，再想想，有一个眼睛大大、脖子长长的，那只是什么？知道吗？啊，长颈鹿。哦，对了，长颈鹿脖子这么长，一定可以看得又高又远。那你就当我们的水手好了，随时帮我们注意船上前方的动向。好了，就是你了。是园长。好，但是好像少了一只什么东西哦。啊，少了一只什么东西呢？哎，我们这个搬家应该要有搬运工了啊，少了谁呢？哎，什么？啊，维尼是吗？啊，维尼在干嘛呢？报告园长啊，你知道维尼它是只熊，那它需要冬眠。是，它在冬眠呐。哦，哎，这什么时候了，都还在睡觉啊？来，我们把维尼小熊叫出来好不好？好，维尼，起床啦！维尼，起床啦！维尼，起床啦！哎呦，怎么这么多人终啊？于出来了啊！睡那么久啊？是放饭的吗？没有。当搬运工，当搬运那么粗壮啊！知道船上很多东西要搬的啊，好不好？哎，好，各位动物们，听令！我们方舟计划即刻启动，我们要准备向大海出发。欢迎指示。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因着方舟计划，虎克园长摇身一变，变成了虎克船长。在他的领导之下，动物们尽心尽力地发挥自己的本分。短短7天，原本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就这样完成了。哇哦！各位，我们的船已经造好了，短短7天的时间，你看这一艘码头船。为什么是码头呢？赞哦！对啊，为什么是码头？就已经造好了。这一艘船将要带着我们往大海出发。但是呢，各位，上船之前，船长要先宣布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位船医叫做华佗先生。各位如果在船上有任何身体不适的地方，就可以找我们的华佗医师来帮大家抓药好不好？有请华佗医师。不出才行。密闭空间，远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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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手。wash hand。塞球。量体温。可以。36。量体温，谁？这个，哎呦，可怕。量一下。哦，太好了。下一位，39度。再量一次拍谁？最近有点眼花，把36度看成39。加起来，吓死。太可怕了吧！哎呀，37度怎么办呢？我开个华佗药方，你3碗煎成1碗，每日服用，不出3日，保证你药到命除。太可怕！请下船休息，多喝开水。就这样，荣光动物园的动物们开始了一场盛大的迁徙活动。他们在海上彼此互助合作，有着同样的目标，那就是寻找一座新的岛屿，开启新生活。哇！出发了，各位！在航行的日子里，有时候晴空万里。哇，太阳这么大，哎呦，这什么天气啊？哎呀，太大了，刺眼啊！都没有在防晒油。有时候狂风暴雨。要有你的坚定点，坚定点。又有时候，虎克会在天气。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定天家。要向前，要向前。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定天家。哇，天气这么好。又有时候，虎克会在天气稳定的日子里，让泽哥飞到更远的地方探探路，今天天气不错，看看哪里有新岛屿。又有我，各位，我们放鸽子好不好？不要！飞得好远哦！看一下，他会不会回来呀？
太远了，太远了。鸽子在哪里？哦，鸽子在哪里？哎，看不到，在哪？回来了！报告园长，有一点累，那个我绕了地球3圈才找到你们。啊，哦，那个我在海面上找到一瓶瓶中信。好，瓶中信。哎，大家可以读读看，这是什么吗？好，来看一下啊。这个高雄果汁27%。高雄市前镇区和平2路437号。是哪里啊？不是林雅区吗？林雅区，林雅区，对了，林雅区。好了，这个普派，看一下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看看那里有什么样的东西，我们能够往那边出发，看一下。是园长，让我拿出我的龙珠雷达。哦，掉了。船长，雷达掉了。我准不哈？我不准呐，有点久没用了啦。哎，船长，这上面显示爱、救赎、恩典。啊，太好了，各位，那就是我们要前往的地方。让我们航向大海，朝那个方向前进吧。各位，往前出发，走喽！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岸地点脚。要向前，要向前。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岸地点脚。就这样，方舟里的动物们在坚持对主的信心下，穿过层层的考验，来到应许的新岛屿，接受天父耶和华满满的祝福，直到现在。现在大家都还在写故事哦，故事还没有结束哦。
要不要看闪电五连钩？还是不要好了，因为真的甩起来不好看啊。各位知道我现在的角色是什么？知道吗？啊，虎克船长。各位，一艘船上一定要有一个船长。如果没有船长的时候，这一艘船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今天晚上这个故事很简单，也很有趣，但是也很发人的深省。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想去的地方，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船长来带我们往前行的话，我们恐怕有很多的地方都想去，但是都去不了。我们唯有让一个对的船长才能带我们到一个对的地方。如果今天这个船长带你到错的地方，那应该就是一个不好的状况。但是如果你让这个船长带你到对的地方，那么那个对的地方将带给你祝福、平安跟喜乐。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还有今天晚上来到我们当中参加晚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人生当中，谁是我们的船长？你要让谁来做你生命当中的船长？有时候我们自己想当船长，但是如果我们的航海技术不够好，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航海，或者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往前走的时候，也许我们只会在一个地方打转。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的人生当中找不到方向跟目标，今天虎克船长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一个真正的船长能够带你往清楚的目标走。当然这个人不是我，而是我要介绍的那位耶稣。耶稣是最好的船长，耶稣能够带领我们的人生走在对的方向，耶稣能带领我们走在正确的地方，耶稣能帮助我们，让我们突破一切的风浪。我们在刚刚的戏剧里面的那一首歌里面有唱到，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所以我们当中的社区的朋友，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这些的好朋友们，我们很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这一位最好的船长，就是耶稣。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免不了每一个人都会需要去经验到或是经历到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当中。当你跟你的朋友，当你跟你的邻居，当你跟你身边的人一起同行的时候，也许你会遇到一些的问题。各位如果知道有去船上有去搭过船的时候，各位知道在船上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在海面上的时候，你在船里面是安全的，你离开了船是危险的。但是各位知道在船里面有什么知道吗？最脏的东西都在船上，有人会呕吐有的人会在那里大小便，有的人会那里有垃圾，在那里有很多东西。也许这个船不干净，很多地方不好，但是当在船上的时候，那一艘船是救你的命的。也许有一些地方或是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在这个船上，但是那一艘船是救你命的。所以我们当中的好朋友，我们当中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亲爱的福音朋友们，也许你跟人相处当中，你会看到很多别人不完美的地方，你会看到很多脏乱的地方，你会看到很多有一些你看不过去的地方，但是在船上你是安全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人生的旅程上，也许你正在一艘船上，里面有很多人，也许你喜欢有不喜欢。各位，我们在动物园里面刚刚有看到哪些动物知道吗？有没有看到老虎？有没有？有看到长颈鹿对不对？有没有看到兔子？维尼，对，还有鸽子对不对？好，各位，在动物园里面有凶猛动物对不对？还有什么？温和动物啊，对不对？有的人是很温和的，有的人是很凶猛的，但是你要学习怎么样在动物园当中跟不同的动物相处。温和的动物要学习跟凶猛的动物相处，凶猛动物也要学习怎么样去爱护、保护这些比较温和的动物。所以一样的，在团体里面，我们也有人能力比较强的，也有能力比较弱一些的。所以能力强的人应该去保护能力比较弱一点的人，
能力弱的人也需要去帮助跟服务那些比较能力强的人，彼此服务，互相的配搭。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谁比谁强，没有谁比谁好，在教会里面服务别人的才是最大的。这是今天牧师要给大家的第2个讯息。第3个讯息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会领到很美好的礼物，你都有机会能够拿到这个礼物。也许这个礼物可能对你来说意义非凡，也许这个礼物对你来说可能家里不缺这个，但是除了你要抽的奖，还有你等一下要离开前，每个人会给你有1包的爆米花，还有1杯的红茶。除了这些以外，牧师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有一份最好的礼物要给大家。这一份礼物是2000年前从天上来的礼物，到如今这份礼物仍然要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礼物就是耶稣，这个礼物要送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得到那个从天上来最宝贵的礼物。你拥有的礼物有一天会过去的，你拥有的礼物有一天会坏掉的，你拥有的礼物有一天也许不再耐用了，但是有一个礼物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它都是永远存在的。这个礼物就是耶稣。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们，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社区的朋友，教会的好朋友们，我们期待大家今天都能够领受到这份美好的礼物。特别在现在台湾也正面临很多的一些的危难，或者是叫做一些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彼此的扶持跟帮助，让教会能够成为社会的很好的榜样，很好的模范。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尽上自己的功用，彼此帮助，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愿上帝祝福大家，在今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里面，我们都能够有美好的收获。所以牧师要为大家来祝福，求上帝祝福我们，在今年要结束之前，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明年开始的时候，祝福就一直跟随着我们。愿上帝来带领我们。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看到这样的故事，也让我们学习到这个最美好的礼物就是耶稣。谢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岁末年终的时候得着这份礼物，到明年我们新的开始，也让这份礼物一直跟随着我们。谢谢主耶稣，你要当我们生命中的船长，也许我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主你做我们的船长，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害怕；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能够有勇气继续的往前行。谢谢主耶稣恩待我们，今天要领受这一份美好的礼物。谢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美好的礼物现在就要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如果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这份礼物就会进到你里面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今年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个最美好的礼物。明年一年新的开始，让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奖品要抽，但是要记得最宝贵的礼物超过这一切，就是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美的礼物。愿上帝祝福大家，谢谢。牧师请留步。牧师请留步。不是虎克船长。哦，船长对。我们要来抽出全部的大奖。太好了。对。冒汗的手。首先是。好。首先我们先选10号吗？20号。20号。对。红色的礼物啊。好，最后一轮都还没抽到我的，请你抽小张的。啊，是谁呢？好，来，请听一下这个名字，周世浩。周世浩0989571765。有在场吗？周世浩有在吗？喊名第一声。喊名第二声。有没有？还是有人认识这一位？第3声。周世浩有没有也在？第3声。有人说他认识，是不是？好，那没有办法，换下一位，下一位。好，下一个啊。
哦，先讲一下，这个人最后一个字有祥。第一个字姓张，张君祥。哇，拍手！恭喜恭喜！哇，他们4个都拿到了，4个都拿到了。哇，你们坐那一排椅子的全部都中奖了，好棒哦！哇，这排椅子是好这个位置哦，好位置。这个很重。这个很重是吗？哦，嘿嘿，来猜一下，最后的字叫做英。姓左。左淑英，哇！恭喜淑英姐！好，人有在的才能拿到奖啊！好，哎，小心小心小心！哇，这个字太艺术了啊！姓李，姓李，李木子李。好，最后一个字是年，李浩年，有这位吗？李浩年，李浩年外面22798后面不见了，有没有？22798有没有？李浩年第2声，第2声，韩明第3声，好，下一位有没有在？没有 ，OK 了，那放弃了啊，好。感谢他，感谢他。好，这个人很特别，他的介绍人叫做帅。哦，最后一个字叫韩，我们的导演，导演真的领奖了啊！荣光奖，荣光奖。再来啊！这个也很艺术，这个第2个字姓郭，第2个字，第1个字姓张，张郭，最后一个字是真。张郭素贞，好，寿丁记啊，好，再来3个，还有3个是吗？一次3个，一次3个，这好像是山西用品。这个人很特别，最后一个字姓英，2个都是英，英，谢英英，在哪里？在那里，在那里。太好了，佩珊。何佩珊，哇！好，再快一点。这个抽奖小姐在催我了，要快一点。不是我啊，是我旁边这位。我旁边他，尾号，李尾号，你们全家都要拿走，捐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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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么好。好。太旺了。好，来注意哦，注意！这个人也姓张，然后他的介绍人是林淑英，然后他的最后一个字叫琪，张丽琪，有在吗？张丽琪不在吗？张丽琪，第1声，张丽琪，第2声，张丽琪，第3声了哦。好，捐出来，好，太好了，这个人中奖机会很大，
很多人都有机会啊。他姓林，姓林的。好，最后一个字叫家，林密家。哦，较紧的，较紧的。我们的奖太多了，对，捐出来吗？捐出来，可以，可以，可以。哇，好，谢谢。好，下一位，尚如，尚如，捐出来吗？捐出来吗？哎呀，送给我吗？哦，啊，真的哦，好。不是吧？是给我。不是，下一个。好，再下一个，太好了。哇，英美，英美，周英美，周英美在哪里？哦，好，这个我们的这个周老师啊，好，请那个，请淑仪帮忙领一下啊。好，再来，对，3位，还在3位是吗？温泉恩，温泉恩在哪里？全恩，全恩，全恩，全温泉恩有在吗？哦，太好了，都抽到不在了。哦，这个人介绍人叫韩，但是抽到人叫帅。哦，妈妈跟儿子都中奖了，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好，妈妈带领，妈妈带领。啊。哦，好，帅帅自己来拿啊。好，来，再一个，再一个。曼青，邱曼青。曼青有在吗？曼青。不在哦，好。再来。哦，这个名字艺术了，姓李，永远被疼爱，恒爱，永远被上帝疼爱的。取得好啊，这名字取得好。恒爱姐。啊，这个很大。好，再来。丽阳，丽阳，丽香，哦对，丽祥，丽祥在哪里？在2楼吗 ？OK， 祥妈来了，祥妈来了。好，谢谢。哦，这份很大哦，这份。好。哦，这个也很艺术的这个。最后这个字叫专。乔岩专，严专姐，牧师2个。各位，电风扇要来了啊！哦，这个人也很艺术的，来就好了，来就好了，来好，来好。来豪姐有在吗？哎呀，哇，太可惜了，电风扇呢，太可惜了。哇，够可惜了。好，来，下一个电风扇的得主叶淑清。哦，淑清姐，小米，把这个捐出去哦，太好了。哎，1号的奖啊。来帮奶奶拿，帮奶奶拿啊！那先抽这个。好，1号，芷娟，李芷娟，李芷娟在哪里？芷娟，哦，来了，李芷娟在哪里？哦，在后面，来，李芷娟。李芷娟，好，
电风扇。再一个啊，曲哥，林文曲，曲哥有在吗？在现场吗？曲哥不在。啊，谁？刚刚还在。OK， 好，楼下招待。那有没有家人可以帮忙带领？有没有？好，电风扇来了。因为服务我们大家哈，所以没有办法来。再来，林秋玉，秋玉 ，OK， 好，秋玉也在楼下。好，一样，请帮忙带领啊。好，来，哇，这台足大台的呢，哦。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哇，这个是那个。最后一个了啊。这个。最后一个啦。谁想要？是谁？哦。哇。好。这个名字取得好，这个姓钱。钱怡好吗？啊，钱怡好，来。耶！哇！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很多人会喜欢你啊，钱怡好，钱来了很好，非常好，好，谢谢。太好了，谢谢牧师帮我们抽奖。那我们今天的活动也到了一个尾声，还没有呢。哦，还没是不是？还没有呢，我们要一起唱。啊，我们还要一起唱一首歌。好，请。OK， 我们一起用这首歌做最后的结尾。最美的礼物。那我们可以一起唱喽。绿色树下堆满礼物，彩色卡片围绕火炉，笑容在人们的脸上流露，喜乐从音符画出。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差遣爱子为宝贵救赎。他的降临揭开了救恩的序幕，就是主耶稣基督。后面会唱喽，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叮叮当，来，叮叮当，叮叮当。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丽礼物。今天快乐吗？快乐。我们要再继续唱这首歌，从头唱一遍。再来唱一遍。等一下，我们会把麦克风放下，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唱这首歌，可以吗？一起来。绿色树下堆满礼物，彩色卡片围绕火炉，笑容在人们的脸上流露，喜乐从音符画出。可以看看你左边的人，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右边的人，救赎。他的降临揭开了救恩的序幕，就是主耶稣基督。好，叮叮当一起来喽！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换你们来！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丽礼物。再叮叮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
中，我心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丽的。在这永恒，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耶！最后，我们请本堂蔡牧师来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好，我们节目要进行尾声了。我们期待每一个人都带着祝福跟平安离开我们当中。要记得离开以前，要把你的环境维持好，把你身边，如果你有看到有一些垃圾的地方，可以带到垃圾桶那边去丢。2楼的地方有爆米花跟红茶，如果你还没有领到的，等一下每一个人都可以领一份，可以回家啊。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倾倒下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在你恩典的里面，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岁末年终的时候，让恩典跟随我们，一直到新的一年开始，祝福不断的临到。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谢谢牧师。谢谢主。那刚刚都有听到，我们其实荣光堂有很多小组。如果说你们对我们很有兴趣的话，欢迎来找我们询问。那今天就谢谢大家来参与我们的盛会，我们圣诞快乐！谢谢，谢谢大家，上帝赐福给你们，拜拜，我们明天见哦。2楼有爆米花，有红茶，可以请大家来用。